细汉的时，阮上爱坐伫树仔骹听阿公讲故。即马，阮上爱带阮兜的大细汉囡仔做伙来听台语故事。哇，这个到因兜，头毛鬼，叫我叫叫，叫我，嘿，叫我叫，恁兜头毛鬼，我叫我，有无？我透早就听着叫，真欢喜，后日就知影天光咯。哦，对不对？天光咯，妈妈有可能会讲我日头发较长无？可能无？哇，啊你是不是照顾生小孩，所以靠家己头发较长啊？啊，你今仔日无早啦，你今仔早啦，咱就做伙耍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对啦，啊后面佫来啦，吼，好无？吼，后面咱佫来遮，吼，啊你佫大早带你的朋友来，啊，一颗饼仔来，啊，甲车仔，咱再来做伙耍，安尼较趣味，吼，对不对？对，安尼趣味，啊后面我若佫有去小朋友，我是甲咱带来遮，啊你做伙耍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对，我无看到呢。姑姑是假的呢，还鸟啊呢？这是黄妹，红菜头，这白花菜。耶！哦，你讲赞的，你画图画这个是啥物画？做像你会使食的迄果酱呢？这啥物画？粉果。